迎收看《南方特搜报》，我是苏瑜文。高雄灯会今年以马吉兔的充气气球为主灯，搭配龙虎塔的灯光秀，绚丽多彩，也充满童趣。另外一个主灯是挂在莲池潭南牌楼的大红灯笼，充满浓浓的年节气氛。只是灯笼上面的字好像怪怪的，提醒您要倒着看才能看出端倪。莲池潭南边古色古香的牌楼下挂着一个大大的红色灯笼，充满年节气氛。乍看之下和日本浅草寺的雷门还有点神似。日本的雷门，刚好我有从日本回来，浅草寺它也是有像这种造型。那我刚刚骑车过来，就是很吸引我要过来拍它，就是做一个纪念这样子。而灯笼上面的题字正面应该是高雄2个字，但字形笔画好像有点怪怪的。只要头往右弯，竟然跑出炫舞2个字，像吗？有像，蛮艺术的。所以看起来是什么字？炫舞。那什么是炫舞呢？炫就是代表这个像高雄像火一样的耀眼绚丽，那舞呢就像我们是一个海洋城市，水波荡漾，那非常的有像舞动活泼的这个青春活力，所以叫炫舞。而灯笼的背面远看是招财进宝4个合体字，但近看却变成追求自由民主6个字，这是翻转文字艺术家林国庆的杰作。它有另外6个字，招财进宝，它变6个字嘞。追求自由民主，中国字很厉害。另外，今年是兔年，少不了小白兔造型的主灯。莲池潭的水面上就出现了一座高大的马吉兔充气主灯，搭配晚上展演的龙虎塔灯光秀，让莲池潭水域呈现动静太佳美。他就看得很兴奋，因为传统式的当然也很喜欢呐，但是就不一样的感觉。像莲池潭，它的兔子是比较可爱型的。那因为我住台北的话，那台北的兔子可能都是小小的话，我就觉得我不会想要特别过去看它。第一个是水上的这个史上最大的这个马吉兔，它有18公尺的水上马吉兔。那另外还有一个在草地上的马吉兔也非常的大，所以这是2大主灯。那事实上我们还有第3个就是动态主灯，叫做光舞莲潭，也就是每天每15分钟都可以看得到的这个灯光展演，水上灯光展演秀。高雄莲池潭灯会吸引大批人潮参观，也带动左营当地的消费。市府观光局和经发局合作，推出到税级在左营区的店家消费满200元登录发票，就可以参加抽奖。灯会期间1月26号一直到228连假，大家都可以，只要你在左营的店家税级营业登记涉及在左营的店家消费满200块以上，那就可以参加我们灯会的抽奖，就有机会可以抽到 iPhone。高雄灯会今年选在左营莲池潭举办，融入当地庙宇特色，打造现代和古典的主灯，搭配灯光秀，挤满赏灯人潮，也带动地方商机。记者黄冠维、赖昌邦高雄报道。迎接台南400年，曾经得过全国公益奖的任民国，以天然麦饭石创作出400只不同笑面表情的金兔，庆祝安平400百世平安纪念。而这次的创作主轴就是笑，希望将笑容的能量转化至作品当中，传达一份爱与善能。安平平安连续5年以生肖作为创作主题意象，今年的平安 to you 就特别邀请到曾经得过全国公益奖的任民国，结合台南400年盛典举办创作展。任民国表示，透过日常生活观察、与人互动为灵感，以麦饭石作为创作原料，创作出400只不同表情的限量金兔。从生活当中，我发现微笑是非常有感染力跟穿透力。那借着目前我们疫情的这个情况来讲，我们透过这一次100只的一个兔子，将这样的一个微笑来传递以及祝福，让每一个人可以平平安安，然后迎接新的兔年，让平安1年又1年。今年的主题也有设计出许多文创商品，包含钥匙圈、创意彩绘立兔等。市议员陈怡贞以及周丽晶等人更以平安 to you 结合议员，推出红包分送给民众，传达平安与福气。石兔之外呢，还有这个我们的这个创花兔哦，也感谢那个陈廷飞委员跟那个陈怡贞议员哈，连续5年都采用我们的创作设计，做成那个祝福。那这次呢，是我们把它变成是一个可以 DIY 也可以彩绘的钥匙圈，平安图钥匙圈。那我们品牌在台南24年了哈，我们开始将创意这个发想呢，不是只有让别人来买创意，我们希望把创意做成一个元素，丢给大家，让大家呢能够把你的想法做法做在创意里面，
平安自己画，平安自己求。这次展出的兔子非常特别，因为每一只都带有笑容。创作者希望将笑容的能量转化到作品当中，传达出爱与善能。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石鼓文创园区在新春期间推出亲子滑索暗影家族，来回总长90米，这个设施就在园区内的魔法工厂顶端。而在年后，更是与森山市集合作推出以魔法为主题的市集，陪伴大家从年前玩到年后。魔法工厂是石鼓文创园区热门的打卡景点，现在走到最上面，多了这个设施。现场大小朋友都玩得非常开心，这是园区推出的亲子滑索，来回有90米。那这一次的体验呢，设施暗影家族是以亲子友善为主题，搭配3岁以上小朋友、12岁以下的儿童，搭配一位18岁以上的成人，双人一组共同体验。那针对亲子平龄的幼儿票以及儿童票，可享免费快速通关一次。那这一次的双人滑索的体验呢，的地点就位在我们的魔法工厂的最顶层。另外，在年后，森山市集也将在石鼓文创园区登场，邀请130个摊位，以魔法为主题，并且采用预售的方式来管控人流。一直以来，森山市集就是一直在走在当代这一件事情的策展。那我们就觉得说，那我们想要把今年以魔法为主题的市集办在石鼓。然后在这个场域里面，让石鼓的原本的硬体的部分发挥到更立体。我们场域本身有不同场域的特色，例如说像是我们的魔法火车，还有我们的魔法道具街以及烟囱，在这一次的规划主题里面，针对这5大场域都有进行它一个特殊风格的一个设定，那能让大家看到一般的这个工业遗产的活化再度的升级，变成了魔法化。市集在2月11、12号这2天登场，疫情过后，业者不断推陈出新，吸引更多人前来游玩。记者杨顺怀台南报道。汉民公园位于小港区汉民路，由于临近高雄国际机场，因此在改造时也将飞机跟机场意象融入到游戏场的设计中，打造共融共享、分龄分区的游戏空间。高雄市养工处打造小港区汉民公园游戏场，融入在地小港国际机场特色，变身航空新乐园。规划有高7米的飞翔塔台游具，以及高4米的飞机驾驶区等特色游具。小朋友变身机师玩乐，还打造成人体健设施，亲子共融，大受欢迎。这是一个以机场为主题的一个特色公园啦吼，是咱高雄市议员郑光峰交咱的市长吼，非常感谢伊2个吼的帮忙甲支持吼。这个特色公园是以机场为主，所以是机场设计的溜滑梯，是阮遮附近的人吼，差不多一天有几百个人伫咧耍吼。这个所在是因为是文教区，伊有小学、国中甲高中，小孩子非常的多。附近因为地价较悬，嘛无啥物较好的所在。这个所在算伫附近算非常特色的一个公园嘿，伊包括小孩子到大人，拢会使去遐耍吼。这个所在将来是一个非常可取的公园啦吼。伫咧遮嘛，感谢咱的市长的支持。游戏场采用分龄分区设计，提供多样的游戏机能，如攀爬、溜滑、平衡及弹跳等，透过不同的感官体验，给予孩童全面的身心发展。对啊，小朋友很喜欢。他就是被那个飞机吸引，才跟我说可以停下来玩一下吗？再来又发现这个高的，溜滑梯，对，他才跟我说，我们明天可以再来吗？我说我再带他来是第2趟，我不是住这里啦，对，我只是来这边带小朋友来这边上课，所以才发现这里的公园，对，现在很多这种嘞。我们那边前镇区，我住前镇区那一边，我们那边现在都是超多的特色的公园，对，都很吸引小朋友跟大人带过来这样子玩。很不错，很不错，很不错。对，看看本来是那个旧的，这个旧的很小，现在都我们这边换新了以后真的感谢我们的市议员那个真的很好的
建设，真的谢谢。这小朋友好多小朋友都来到这边，我昨天来了这个很开心的，今天又特别叫我带他来玩呢。为营造共融环境，以无障碍精神打造全区动线，可以让轮椅使用者在游戏场内活动，同时也设置多样体健设施及座椅，并栽植了多样的大型乔木，打造汉民航空游戏场，让小孩化身为机师，翱翔天际。记者李正道高雄报道。曾担任台湾陶艺学会理事长的李仁梅，接触陶艺已经25年。今年开春应丹橘人文艺术空间的邀请，来到台南举办成果发表。同时展出期间，也邀请代表日本茶协会来台湾推广日本茶的大有爱子用泡茶喝茶过程，以及和果子的制作体验和大家交流。陶艺家李仁梅在每一年春秋两季都有作品发表，在2023年开春应丹橘人文艺术空间邀请来台南办展。展览当中的陶艺，除了有较细致瓷土所呈现的白瓷，有用南投矿石所烧出的盐矿，用金银彩的色泽创造个人特色。也因为他喜爱爬山，所以推出玉山系列，每一个作品都是独一无二。就是有一个隐青的意象，像水一样的意象，然后有一种粉粉的一个春天的一个浅绛、浅驼红的这样的一个春带彩啊，这个系列是我们这一次展览其中一个可爱的亮点哈。所有艺术空间作品透过日照和光影的变化，也让创作呈现不同风格。而且这一回陶艺作品还融入玉珠、石头等不同材质的搭配，相当特别。作者希望他的作品不只是观赏收藏，要真的可以拿来泡茶，达到艺术生活化。李仁梅老师他的器除了非常多的创意造型，其实它是好用。比如说像这样子的一个比较有一点日本风味的这样的一个吉须壶，叫做侧把壶哈。吉须壶本身它非常的好上手，好使用哈。说起泡茶，本身也是茶艺师的王丽芬延伸陶艺展览，邀请有台湾日本茶大使之称的大有爱子来台南，除了亲自泡茶推广日本茶和台湾的民众交流，也介绍品茶配和果子的日本风味，要让民众看见和果子不只是点心，已经是一种食品艺术。他希望借着日本茶，然后跟台湾的朋友交流，然后让大家多了解日本茶的文化。除了茶之外，他也准备了和果子。和果子呢，在这个茶道上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因为日本茶文化来说，一杯茶必须要配一个甜点，这是一个他们一个就是一个搭配组合。我很好奇和果子的制作过程，因为我一直对和果子有非常大的好奇，是它精致到像一个艺术品，对，就让人家想说，它到底是怎么样成为这样一个艺术品这样子。新春的陶艺展览丹橘人文将一直展到228，欢迎民众踊跃参观，感受陶艺的魅力。记者郭文吉台南报道。在牛排餐厅吃海陆大餐，除了牛肉、明虾等海产之外，现在在台南还有龙胆石斑的顶级鱼排可以选择。除了是全台首创，而且在地养殖渔业和牛排餐厅的结合，也是分级分散不同通路的做法，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由台江渔人严荣宏用草药益生菌来养殖的龙胆石斑，已经是政府认证的优质渔产。现在结合第3代到第6代的青农，更是有30公顷的有机渔温。不过，这么优质的渔产日前却受不友善的市场禁止出口。为了自救，所以养殖业者和牛排餐厅合作，推出全台第一间供应龙胆石斑的排餐餐厅，希望开拓在地渔产通路，达到处处吃石斑。
希望除了说班班有石斑以外，未来也是处处有石斑，然后跟现在排厂的业者一起来合作开发这种龙胆石斑材海陆双拼这样一个很有创意的，而且它又做到没有明火，又可以解除这个公安的疑虑，是一个非常有创意创举。然后也把我们现在已经是养2代、养3代，甚至6代都出来，希望把台湾的在地的产业重新活化，重新再出发。为什么这么好的东西不能让它在台湾的民生用品当中很容易的出现？所以我只是很单纯的这样初心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就跟我们郭姐联络，然后她刚好有这样的制作后置的完整的东西，我就把它上去。然后至于说商机呢，我没有想得非常的很商机的事情，就是想要把这好的东西把它呈现。为了协助艰难的产业有出口，市议员蔡立青的媒合，希望带动在地经济成功的模式，让台南的民众先有口福。但是因为我们找赤牛道来合作，就是我们希望带动整个安南区在地商家的经济，透过我们物品、我们渔业的升级，来跟我们在地商家做一个结合。那我们希望除了是我们这个食材的升级、渔业的升级，那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带动整个安南区在地商家经济的发展。黄伟哲为了见证在地养殖渔业和牛排餐厅强联手的成功，在农业局长陪同也亲自到场煎鱼排协助推广。虽然戴口罩，同样可以闻到石斑的香气，让更多人感受台南优质的渔产。更多的消费者能够知道有这个好东西，龙胆石斑。但是呢，政府的补助过去了以后，然后小朋友就知道，龙胆石斑好好吃，就跟爸妈讲，我要去吃龙胆石斑，吃龙胆石斑。接下来就会来我们赤牛道来这个牛排，来吃海陆大餐，我们的龙胆石斑加牛排。龙胆石斑加上沙朗牛排的海陆大餐都是顶级食材，要价要988元。不过新的一年，业者打出只要688元特价，而且4人同行，1人免费来促销，从即日起一直到农历15元宵节。记者郭文吉、何乔邦台南报道。位在安平5期一间便当店负责人周恒轩，本着家训行善为本，跟建平里办公处合作，在营业时间每天准备代用餐，提供爱心便当，帮助里内的低收入户，希望借此抛砖引玉，让更多人感受到社会温暖。餐饮系毕业，今年才26岁，周恒轩前年7月在安平裕平路开设一间便当店。因为曾经在建平里的活动传单中发现建平里有爱心会，都会固定帮助里内的低收入户与边缘户，因此与里办公处合作，推出爱心代用餐的想法。我们店本身有在做代用餐这个东西，这个算是行善。然后为什么会接触到代用餐这种东西呢？这就是因为从我父亲的教导说，这个社会就是要你从出社会之后，你要回馈给这个社会。那么我会做这种东西，是因为平常想说，我一整天都待在店里面，没有时间去行善这个动作。所以呢，我想说，藉由这次的代用餐，我可以很多行善的机会给有需要帮助的人，或是低收入户的人。我可以做更多事情来努力，来回馈这个社会。透过里长傅建峰媒合，便当业者周恒轩每天提供5个爱心代用餐，由里长媒合真正需要的里民前往领取。因为他看到我们在我们的传单里面知道我们有爱心会，平常的赞助也有困苦的，那他就提出他的业务方案，说希望把那个爱心呢送给一些贫困者、有需要的人，他目前是暂定供应个，每天是供应5个便当，每周1到每周6都有，那这5个呢是由我来筛选的，就是我在我们里面找需要的、真正需要的人，他们真的生活上真的有困苦的，这5位每天都过来请他们过来这边领便当。周恒轩抱着行善为本的家训，从小被教导要有善良的心，创业后也乐于助人，
加上建平里也准备成立食物银行，透过合作，希望能为食物银行踏出成功第一步。记者李英根台南报道。2023高雄莲潭灯会精彩活动一波接一波，观光局这次推出解锁莲潭大秘宝实境闯关游戏，还有古装 cosplay 以及专属儿童的森林公园和景观公园，要让大小朋友开心玩，放假也放电。穿上古装，戴上头饰，结合庙宇场景，在孔庙周边走走晃晃。乍看之下，就仿佛是穿越剧中的男女主角。今天这就是一个走西周小公主的服装。那我就是听到朋友说，就是在莲池潭有这个换古装的活动，那我就觉得很新鲜的，因为以前好像就是没有这种体验，然后最近好像又有一些什么剧本杀的活动，就是可以穿着古装去玩，然后也一直都没有去体验，刚好就是现在有这个机会，就是来体验一下。我觉得这样拍照起来真的很美，就是还蛮喜欢这个活动的，对。想穿静制交领汉服，还是明制汉服、唐制汉服、魏晋风汉服，通通都有。莲池潭周边古色古香的建筑，搭配上各式朝代的服装，一秒 cosplay 成不同的面貌，只要100元就能拍出经典美照。古装体验就是 cosplay。那我们在孔庙这个地方，其实过去常常就有这个 coser 会来这边自己玩。那所以我们这次也特别推出这个 cosplay 的游戏。那你可以扮演，比如说古代的仙女啊，或者是比如说王爷啊、皇帝啊，或者是这个武士啊等等。那其实民众反应都非常好。我今天的造型是那个江东小霸王孙策，有，就是来这边然后做这样子的造型，然后搭配这样的场景，我觉得说是蛮有趣，有机会可以来试试看这样子。除此之外，这次灯会的亮点还有很多，民众可以下载手机 App 实境游戏来挖宝藏。那你可以在整个我们莲池潭的周围，会发现它有那个，我们会有那个告示。所以首先你要先找到那个告示，然后呢下载 APP， 那上面就会有一些游戏可以兑换奖品，所以非常有趣。就是也结合虚拟的 APP 跟智慧手机，让民众在莲池潭有不同的玩法。还有专属儿童的森林公园，加上独特的景观迷宫，让小朋友放假时也顺便放个电。说莲池潭的儿童公园那边有一个共融式游戏场之外，我们那边还有2个小灯区，一个是爱丽丝梦游仙境，然后一个是珍珠奶茶的这个灯饰。此外还有一个新开辟的这个迷宫，可以让这个大小朋友让小朋友去放电的一个好地方。莲池潭灯会除了超吸睛的马吉兔，还推出各式别具特色的周边活动，一波接一波的满满惊喜，让你3个愿望一次满足。记者潘志光、庄淑婷高雄报道。现代人生活压力大，下班后不免会想找些疗愈的手作课程放松身心。现在有一种充满光泽感、色彩丰富的宝石罩手作课程，非常受到上班族的欢迎。今天就带大家一起去了解。手工皂是近年来非常受到许多人送礼自用的首选之一，但因为制成时间比较长，所以现在市场上多了一种快速简易的透亮宝石皂的手作课程，成为许多上班族小资女的欢迎。因为像我们的那个宝石皂啊，它其实是用那个皂基去做成的，然后它是可以去好塑形的。比如说我把它加热之后，它就变成一体状，变一体状我就可以倒入任何的容器，然后让它可以依照我们所准备的容器变成那个我们想要的样子。那像今天的宝石皂，我们还会再加颜色去调和，让它做出有那种颜色不同的渐层感。加热之后，因为就变一体嘛，所以我们上色也比较好去搅拌。然后接着就把它倒进去模具之后，等凝固，再把它脱模，然后再去切成我们想要那个宝石状。我们今天要做的是像这样子的一个宝石皂，之前有做过手工皂。一般的像有些人会是有听过什么1个月的熟成时间，那个使用的是叫皂碱，制作时间比较长，然后等到可以使用时间也比较长一点。那用皂基它的特色在于，我今天做完凝固之后，我带回家就可以马上使用。只是说在皂基这一块，因为它会有加一点甘油还有酒精，所以我们通常建议像皂基做的手工皂，就建议洗手就好。那如果说是洗身体的话，就是可以用那个皂碱做的。比较担心有的人皮肤比较容易过敏，所以洗到身体可能他的身体就引起过敏反应会比较难说，所以通常就建议皂基做的洗手就好，因为我们手部比较没有到那么敏感。
可以先帮我选第一层的颜色，你想要哪一个？那我想要黄色。黄色。宝石手工皂利用不同的色水调和出各色皂色，利用不同技巧制作出像宝石、矿石、水晶般质感的宝石皂，每一颗都是人手制作，独一无二，个性十足。连工具资材的使用上也是非常便于取得。当初会接触到是因为就是它的外形特色，就让人家觉得眼睛一亮的感觉，不像我们以往的是那种比较雾面感的手工皂。然后宝石皂的话，它就是有它的造型独特啊，所以会让人家想要先去，就我们会想要去了解，之后发现它制作过程没有到那么繁复，而且我们使用的材料是生活上随手可得，所以如果今天像来上课的学生，他如果做完觉得好像蛮好玩的，那他就可以从生活当中去拿这些材料来做。基本上我们都是2个小时内的时间会做出一个成品让大家带回家。迷人的在于说每一个人做出来的宝石皂不同，然后再来是连我自己在切，每一次切出来也会不一样。原因是有时候角度啊，甚至是调色，就是做出的那个样品就不太一样。所以它的特色我在于说，就是每次我做出来我都会觉得，我怎么没有预期到我会做出这么漂亮的，而且我很有成就感。因为技法就是切的角度啊，或是颜色的调整、调色上都不一样。对，有时候可能会依性，像我今天可能比较喜欢粉色系，那我就调粉色系的。然后我那个角度可能想要斜一点，或是直一点，也都可以，就是依自己当下在切皂或是调色的状态下去完成这个宝石皂。外形有如宝石般透亮的宝石皂，是手工界的艺术品。透过层层堆叠的手作过程，满足了自我的感官，成就自己的手工魂。也能切割出专属独一无二的礼物。记者周福庆、曾佩云高雄报道。以上是今天的南方特搜报，感谢您的收看，我是苏瑜文，祝您平安顺心，我们下次再会。